来到台南的长营路中，会当充分感受到打破传统观念，佮有讲究性别平等的校风。学校因为知影全世界有真侪查某囡仔，佮有月经贫穷的问题，所以学校特别开手工制作布的卫生棉，来互学生动手做回来做公益，来做好的新品来关乎世界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是女校，然后其实谈生理用品这件事情，应该是可以更开放。那其实也让女生可以接纳自己的身体。不然以前如果拿卫生棉都要藏在口袋里面，那我们透过这个发起这个活动，就是让女生她们在亲自缝卫生棉的时候，去认识到说经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然后我们也接洽到一个机构，是他有在做非洲妇女捐赠卫生棉的这个活动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，就是一方面对学生来说是，我透过生理用品去认识、去接纳我的身体，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、有回馈的事情。那我们也鼓励女学生她们可以对卫生用品有更多的选择，因为很多女生她们使用塑胶卫生棉是会过敏的，但是布卫生棉可以带给她们比较对身体有舒适的感觉。课堂中嘛会当感受到提物件已经不再是适合女性的工课，查甫囡仔嘛会当同款把这个手工艺做了真好真水。因为班上的都有参加啊，自己也想尽一份心力去帮助其他国家的女生，然后觉得女生每个月都要来一次月经也很辛苦，所以因为还要花钱去买卫生棉，所以做这个感觉比较不用花到钱，可以帮助家里的经济。好好利用安尼课程，互学生知影要安怎利用无同的方式，会当帮助到经济需要帮助的人。嘛，互囡仔会当自细汉发展更健康完整的人生观念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